Hello，大家好。大家有冇試過每日起身都覺得周身骨痛，關節又硬又扣，甚至連落床都覺得力不從心？唔少人以為呢啲係人到中年或者年紀大嘅自然現象，但其實呢啲都係你身體發出嘅嚴重警告，你嘅身體正在經歷緊慢性發炎。冇錯，慢性發炎就像一場喺你體內默默燒緊嘅暗火。佢唔像急性發炎咁會即時發燒或者腫痛得好厲害，相反，佢係默默地喺你嘅血管、關節、器官裏面侵蝕緊你嘅健康。由平時常見嘅關節痛、濕疹、皮膚發炎、長期疲倦，到嚴重嘅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，甚至係癌症，背後嘅推手往往都係呢個慢性發炎。哈佛大學嘅醫學研究就指出過，長期處於慢性發炎狀態，人體嘅衰老速度會比普通人快幾倍，關節同免疫系統更加會加速退化。但係大家又唔需要太過驚慌，因為要滅咗呢場體內嘅暗火，其實方法比你想象中簡單得多。唔需要食昂貴嘅補品，亦唔需要去睇好複雜嘅醫生，答案就喺大家每日起身食嘅第一餐早餐。研究顯示，只要你喺早餐食啱食物，全身嘅發炎指數可以狂跌接近40%。今日我就會同大家詳細拆解5種被醫界稱為抗炎神物嘅早餐食材，教大家點樣喺早晨黃金時間輕鬆幫身體做個全方位嘅消炎大洗底，令你嘅關節痛、周身骨痛、濕疹全部消失晒，人人都越食越年輕。首先，第一種要介紹嘅抗炎神物就係平時好多人當做水果食嘅藍莓。你別睇藍莓粒粒細細，佢喺抗氧化界嘅地位可以話係王中之王。藍莓裏面含有極之豐富嘅花青素同紫檀萁，呢兩種物質係極強效嘅天然抗氧化劑。哈佛大學嘅營養研究指出，每日食一小碗藍莓可以顯著降低體內嘅 C 反應蛋白。呢個蛋白正正係臨床上用嚟評估人體發炎程度嘅重要指標。好多香港人一到30多、40幾歲，或者到了50、60歲嘅年紀，就會開始覺得膝頭哥痛、手指關節僵硬。呢啲往往係因為關節軟骨長期受到自由基破壞而引發嘅發炎反應。藍莓裏面嘅花青素可以幫你清除體內多餘嘅自由基，阻截發炎因子破壞關節組織。而且藍莓嘅糖分相對較低 ，GI 值亦低，唔會好似傳統嘅港式菠蘿包、蛋撻咁，食完令血糖暴升，進而引發體內糖化反應同發炎。你可以喺早上將一小把藍莓加落無糖優格或者燕麥片裏面，又或者直接當作早餐嘅前菜食。記住喎，買藍莓嘅時候唔一定要買最貴嘅。冷凍藍莓嘅花青素同營養，其實同新鮮藍莓差唔多，仲更加方便保存添。第二種抗炎神物就係大家非常熟悉，但未必懂得正確食法嘅燕麥。一提及燕麥，好多人可能覺得咪又係老土嘅健康食物，好似食草咁。但其實燕麥嘅抗炎威力遠超你想象。燕麥含有種好特別嘅活性化合物，叫做燕麥生物鹼。呢種成分係燕麥獨有嘅，具有極強嘅抗發炎同抗修養功效。如果你係長期受濕疹、皮膚敏感困擾嘅朋友，燕麥絕對係你嘅救星。另外，燕麥裏面仲有豐富嘅 β 葡聚糖，呢種係一種水溶性膳食纖維。當 β葡聚糖進入你嘅腸道之後，會成為腸道益生菌嘅優質糧食，幫助腸道產生短鏈脂肪酸，例如丁酸。丁酸可以修復你嘅腸道黏膜，阻擋有害物質流入血液，從源頭切斷發炎反應。醫學界成日話，腸道係人體最大嘅免疫器官，腸道健康，全身嘅慢性發炎自然會退燒。不過大家要特別注意，市面上好多包裝好靚嘅速溶風味燕麥片，裏面加咗大量嘅精製糖、奶精同人工香精，呢啲添加物反而係引發體內發炎嘅元兇。大家買燕麥嘅時候，一定要揀原片燕麥或者鋼切燕麥，用滾水或者無糖豆漿沖泡，咁先至可以發揮最高嘅抗炎效果。第三種抗炎神物，可能好多人都意想不到，佢就係來自韓國嘅傳統發酵食物泡菜喎。好多人以為泡菜辣辣地，食落去會熱氣同引發發炎，呢個完全係大眾嘅誤解。正宗發酵嘅泡菜喺發酵過程中會產生幾十億個天然乳酸菌同益生菌。現代都市人生活壓力大，經常外賣，體內嘅腸道微生態早已嚴重失衡，壞菌多過好菌。
壞菌釋放嘅毒素會穿過牆壁，誘發全身性嘅慢性發炎，導致你日日都覺得攰、關節痛、皮膚出濕疹。而泡菜裡面嘅益生菌同發酵產物可以迅速補充腸道好菌，建立強大嘅腸道防禦屏障。而且製作泡菜嘅大白菜、大蒜、薑同辣椒本身就含有豐富嘅蒜素、薑、辣素同辣椒素，呢啲全部都係天然嘅消炎化合物。有研究表明，定期食用發酵泡菜嘅人，體內嘅腫瘤壞死因子等發炎因子水平會明顯低過一般人。早餐嘅時候，大家唔需要食好多，配一小碟泡菜，或者將泡菜加落煎蛋裡面做成泡菜煎蛋，已經足夠為你嘅腸道注入滿滿嘅抗炎活力。第四種抗炎神物係近年喺健康飲食界紅到發紫嘅超級食物奇亞籽，呢種細細粒嘅種子簡直就係天然嘅抗炎營養庫。奇亞籽最厲害嘅地方係佢含有極之高濃度嘅 Omega-3 脂肪酸，特別係 Alpha 次亞麻油酸。香港人平時愛食多，食得太多植物油、煎炸食物，導致體內嘅 Omega-6同 Omega-3 比例嚴重失衡，甚至達到20:1嘅危險水平。Omega-6過多會直接促進身體發炎，導致關節腫痛同血管硬化。而 Omega-3 則係天然嘅抗炎劑，可以平衡體內嘅脂肪酸比例，令發炎反應狂跌。奇亞籽仲含有極強嘅吸水能力。浸水之後會膨脹，形成一層膠狀物質。呢啲膳食纖維可以減慢糖分吸收，穩定血糖，避免血糖波動引發嘅體內發炎。大家可以在前一晚將1-2湯匙嘅奇亞籽加入鮮奶、無糖豆漿或者燕麥奶裡面，放喺雪櫃。第二朝起身就會變成美味嘅奇亞籽布甸，加埋幾粒藍莓，就係一餐完美嘅頂級抗炎早餐。第五種抗炎神物係大家每日都會食，但往往忽視咗佢抗炎價值嘅雞蛋。有人可能會問，雞蛋唔係有膽固醇咩？食得多會唔會發炎呀？呢個真係被誤解咗幾十年嘅舊觀念。現代多項醫學研究早就證實，食物中嘅膽固醇對血液中膽固醇嘅影響微乎其微。而雞蛋蛋黃裡面含有極之豐富嘅膽鹼、維生素 D 以及葉黃素。呢啲成分全部都係抗炎嘅靈魂角色。維生素 D 係調節人體免疫系統嘅核心。研究指出，超過80%有慢性關節痛同自體免疫疾病嘅患者，體內都嚴重缺乏維生素 D。缺乏維生素 D 會令免疫系統失控，唔將自己嘅關節同皮膚當作敵人攻擊，引發嚴重發炎。每日早餐食1至2隻雞蛋，特別係選擇含有更高 Omega-3 嘅蛋，可以為身體補充高品質嘅蛋白質同維生素 D， 幫助修復受損嘅關節軟骨，穩定免疫系統。要發揮雞蛋嘅最佳抗炎功效，烹調方法好關鍵，盡量選擇水煮蛋、蒸蛋或者用少量橄欖油低溫慢煎，避免用高溫深炸或者加大量牛油煎蛋。因為高溫油脂氧化反而會產生引發發炎嘅有害物質。將呢5種神級抗炎食物結合起身，你嘅早餐就可以發揮出1+1遠大於2嘅抗炎威力。想象一下你嘅早晨，由一碗加咗藍莓同奇亞籽嘅原片燕麥開始，配埋一隻水煮蛋同少少泡菜。呢一餐唔單止味道豐富，有飽腹感，更加係一劑為你全身器官、血管同關節量身訂造嘅天然消炎藥。好多人喺連續食咗呢類抗炎早餐2-3星期之後，都會驚喜地發現自己多年來嘅痛症開始慢慢減輕。原本每逢陰天落雨就痛到行唔到嘅膝頭哥，開始變得靈活；原本一到換季就紅腫抓爛嘅濕疹皮膚，漸漸恢復平滑。連平時下午3、4點就困到要死嘅疲倦感都消失得無影無蹤，整個人精神爽利，仿佛年輕咗好多年。健康從來唔係靠臨時抱佛腳，亦唔係靠昂貴嘅藥物，而係取決於你每日放入肚裏面嘅食物。慢性發炎係積聚返嚟嘅，但消炎同樣可以透過每日嘅飲食慢慢累積。由今日開始，摒棄嗰啲會令你身體發炎嘅精製澱粉同高糖早餐，換上呢5種天然嘅抗炎神物，俾你嘅身體一個修復嘅機會。只要你堅持食啱早餐，你會發現關節痛、周身骨痛唔單止會慢慢消失，你嘅身體狀態同精神面貌都會迎來前所未有嘅大逆轉。